你早上吃一个鸡蛋，你中午再吃一个鸡蛋，晚上也只吃一个鸡蛋，你肯定会掉秤，因为你吃的少。但是如果说你长期没有维生素，还有碳水，你就会非常容易这一好一大把。然后呢，时间久了掉肌肉啊，代谢变低啊，姨妈出走，包括你拉屎都费劲。所以千万不要听网上各种的花里胡哨的减肥方式，不科学不健康，减下来还会反弹。那正确的方法，早上一杯牛奶，一个鸡蛋，半个玉米，对不对？再来10颗小番茄，10粒坚果，然后中午给自己来一份炒青菜，一根去皮的鸡腿，再加上1碗糙米饭就可以了。晚上一个西红柿，再加上一个水煮蛋，这就是非常科学的一个减脂餐了。这样各种营养素都全了，你瘦下来，我告诉你也不会反弹，而且非常的健康。学会了不要着急划走，评论区留下一个谢谢，我拉你进群一起打卡，好吗？加油！